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去罗西亚参总统普廷见面。金正恩讲会参罗西亚加强战略的合作。自金正恩出发之前，各界都拢咧要讲因会做军事的交易。联合国甲美国是对因提出警告，也若中国是表态，这是因两国之间的代志。继4年了后的见面，罗西亚总统普廷拜三办到招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个开始不要就举起来甲祝福。Хочу предложить тост за дальнейшее укрепление дружбы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金正恩强调讲，相信罗西亚军方会在对抗以色列的斗争当中摕到胜利，北韩会甲罗西亚加强战略的合作。 푸틴 동지와 조선 반도와 유럽의 정치 군사 정세에 대해서 심도 있게 토의했으며 주권적 권리와 안전을 수호하고 지역과 세계의 공고한 평화를 담보하기 위한 투쟁에서 전략 전술적 협동과 지지 연대를 가일층 강화해 나갈 때 대하여 만족한 견해 일치를 보았습니다. 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金正恩也阁邀请普廷访问平壤，普廷欢喜接受，不过并无讲到访问的时间。因为普廷在会后的采访当中表示，金正恩会参访民用甲战机设备的工厂，双方有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这个普廷甲金正恩的会谈，外界是真关注，原因是两国可能会做军事交易。联合国13警告。 北韩甲罗西亚的合作，未当违反安理会制裁。因为美国强调讲，平壤若是提供武器，会引来更较侪制裁。另外，中国敢若讲，迄是北韩甲罗西亚之间的代志。朝鲜领导人对俄罗斯的访问，这是朝俄之间的安排，关系到是朝俄之间的关系。 外界咧要讲，普廷因为欠军事武器，会甲北韩买火药。事实上，除了武器，罗西亚嘛因为西方企业退出当地市场，部分商品强被欠货，当地大力推动罗西亚制造的产品。其中一项就是做衫的产业，因为爱迪达、H&M 等等的牌子，伫罗西亚的分店已经收起来，国产的衫需求增加。不过业者讲，若要追求罗西亚制造的，恐惊有困难。 Основ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для нас сейчас,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а, является кадровый дефицит, а такж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закупать материал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отому что отсутствие каких-т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дл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ырья и фурнитуры. 罗西亚英国注重重工业，轻工业并无发达，所以就算民众愿意买国产的衫，产量伫一时之间嘛袂富起。 业者指出，目前还是爱靠亚洲原物料甲工厂，才有法度来提悬产量。若要大规模生产，要需要一段时间。公司新闻，齐万年编译。